很感谢主，我们刚好连2天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都是做礼拜的时刻，但是我们教会呢，特别把它合并在一起其实咱福强教会这个新春有2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讲，咱的教会已经成做一个外出比回家较济啦的教会安尼。换句话说，我们在新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因为住他的老家在外地，或是亲人在外地，加上现在时代的流行大家趁着春节反而去度假去民宿过一个不用准备年夜饭的这个春节所以外出的人比较多，这是我们教会最近这几年的现象。第二个就是我们2个主日的礼拜合并在一起所以咱华语台语都懒得讲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说，牧师你到底现在讲国语还是讲台语但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那表示讲咱的教会是多元性的聚集啦大家融合在一起牧师讲台语的时候平常习惯说华语的也不会感觉有什么那个突兀牧师说华语的时候，咱这老兄弟、老姊妹嘛讲，我都听有安尼这是咱台湾现象所以愿主赐福咱今仔日，咱将正月初1的新春礼拜甲正月初2的主日礼拜合做伙这嘛是一个真难得这个日子的巧合就对啦咱要用做话来彼此来勉励，咱大先来做祈祷。现在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时刻，我要用主的话来学习，来互相来勉励，愿主的恩典甲阮三甲同在，互阮通过你的话，得到对你来新的规律，特别伫新的一年，互阮有新的领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拄则有读2位经节，咱小等下可能会当伫这个分享中过来复习啦当遐尼4位，咱大圣伫以赛亚的经节是真出名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做新事行神迹的上帝。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宣告，说他是行新事的上帝。他要行什么新事呢？当咱读圣经的时候，咱讲行新事到底什么代志？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背景历史去研究，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正面临着整个国家的危机。那以赛亚先知呢，先宣告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国家要败亡，他们的百姓要被掳这个遇到这个极大的这个挑战，或是国家的一个危机还是讲一个国家百姓袂当徛伫原地，这款的艰难，迄唔是一个简单的事所以上帝先甲因做宣告，讲我要行一件新的事这个新的事呢，甲出埃及有关系，所以伊讲我要行新的出埃及所以呢，伊就用一段话讲，唔通定定记古早代啦沉迷伫回忆中。台语是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唔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代志。就是这百姓，因伫搬过这时，常常咧想念讲，因的祖先安怎过红海安怎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后来变做是一个故事咧讲，是一个英雄的事业咧讲。但是因现在面临到的，因是毋是爱阁出来及？因家己煞无感觉到。意思是，当人咧讲起过去的一个英雄故事，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的时阵，有时是要检讨你现在是毋是有缘继续咧经历上帝的信者所以上帝才透过先知甲因讲这个代志就是要互因知影讲，因要面临到一个新的改变这个新的改变，伊对这百姓来宣告，伊讲上帝要行新的事，对受掠的百姓行新的救赎所以用什么话？是种上顶的话就对啦。这款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咱感觉
伫现实的社会，好像无啥可能的。伊讲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旷野就是风波嘛，旷野就是无人行过的所在啦。但是上帝讲，我要开一条路。伫沙漠内底本来是积大数的所在，伊讲我要挖迄个江河安尼。啊，即款上帝的话是要互以色列百姓知影讲，会互这个代志发生甲实现的，毋是人的开力，是上帝所要做惊新的事。而且伊阁强调讲，代志已经发生，你要看会到，表示讲百姓会去看到因上帝所宣告要行的事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上帝要伫沙漠中开通路甲江河吼，看起来是无啥可能啦。但是现代科技嘛有可能伫迄个沙漠中间有迄个通路，有侪水流。咱知影讲伫加州吼，美国的加州无欠水，是安那无欠水呢？因为因吼是对迄个较东边遐个沙漠，也是较遐山顶落的雪，因甲扣水起来。扣水起来，然后吼，足大港的这水流流去到洛杉矶这个大都市。其实若假使无较早无即款的水利工程吼，洛杉矶可能是一个沙漠的所在，还是讲是一个旷野的所在。但人的科技都已经有法度啊，何况上帝有迄个能力，讲要互即个沙漠来伫遐开道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但即个上帝的话，对咱今仔日的百姓，咱今仔日要迎接新年，到底有啥物意思呢？上帝是对一个民族的宣告，代表伊是一个掌权者，伊是整个局势的掌权者，伊有能力通翻转这个大局，改变这个命运。但遐日即位，咱台湾拄好经过一个足大的选举吼。这个选举呢，咱毋知有听到人伫遐宣告讲，亲像上帝伫宣告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无？事实咱台湾面临一个新的变局，咱还阁伫即个中间，咱看会到咧。即个民主的政治，好亲像对外国来讲吼，外国人来观察，因为即个选举真重要嘛。听讲几百个迄个外国的媒体记者来咧做采访，因写吼拢真肯定哦，讲恁台湾民主吼，真成熟真好，而且吼，投票开票拢真顺遂，个时间足紧。咱是用迄个上传统吼，选票、登票、开票，毋过选起来开票个遐尔有效率就对啦吼。伫体制上好亲像甲咱真学咯，但是真侪或者的有识之士拢会感觉讲，好亲像台湾的社会吼，有迄个民主的外壳，但是咧，正讲对心底对民主的政治，也是讲民主的即个模式，有产生一个本质上的坚信的，无一定。意思讲，有可能有人啦，少啊，甲伊变动一下，甲伊乱一下即个民主就消失去。表示讲。这个换新甲改变，毋是只干那表面上的事，是要互咱去深深思考。若是上帝用这个话，今日对台湾来宣告的时阵，咱台湾应该有甚物款的改变呢？这是咱每一个台湾的国民吼，拢所需要关心的代志。同款，今仔日咱平平伫富强教会咧做聚会，咱2年后就要迎接50周年，虽然这是一个年过的纪念，但是那上帝对咱讲，我要行一项新的事，我要伫旷野开道路，要伫沙漠开江河。伫你我兄弟姊妹，咱感觉上帝对咱富强教会这款的宣告，到底伊的意义是甚物？伊的信息是甚物？对咱的提醒是甚物？兼毋是咱看见讲人侪的改变，人侪的调磨多磨，若毋是伫上帝的主权的下面，咱有时是用人的办法咧做，行了有时规日空空。所以伫另外咱读的经节，哥罗西书吼3章9节到10节内底，
保罗有对基督徒来做宣告，讲生命爱靠上帝大权能不断的更新。虽然甲头前迄段经文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咱通对这印证了讲述。保罗伫对哥罗西教会咧讲的时阵，有愿咧甲因讲，即个生命的换新，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换新、教会的换新，也是咱随人个人的生命的更新呢，你是爱倚靠上帝大权能去改变，用人的计划甲做法，常常是有效的、有限的，常常是短暂的安尼。所以这段经文讲，唔通互相欺骗，因为你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藏起来，将新的人穿落去。这个新的人，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在家己更新，互恁通真正捌伊安尼。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如果查考哥罗西书的第3章，它里面从第1节开始，其实保罗是在提醒哥罗西教会的百姓，他们的弟兄姐妹，要他们不要再沉迷在旧有的习惯、旧有的性格、旧有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们已经信了主了，从主得着得拯救、复活的新生命。那不要再彼此控告，或是彼此在谎言当中，仍活在那一个旧有的或是旧我的习性当中。所以呢，他要哥罗西的教会信徒要做改变，因为他们要靠主继续改变，而且是按照主的形象来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才能够认识真正的主。意思讲，你用你家己的旧的生活模式，你讲我要认捌上帝，好就是上帝新的，你旧的根本都斗袂合，你捌上帝捌袂透就对。你要对主改变，你才会能知影原来上帝是什么。他这边有几个点在提醒我们，上帝有改变的大能。他说不可彼此欺骗，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什么叫不可彼此欺骗呢？这个是因为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活在自我控告的谎言当中。其实我们一生都在跟自我的旧我在革命了。咱大家人拢对家己旧的我一直在抗争，特别是新年的时候，拢会想讲我旧年有啥物无好，我都要改变，一直有这样的意念，但是有时候改变不了，甚至自我控告我就是安尼啦，无效啦，无路用啦。他讲嘛是安尼，常常会自我欺骗、自我控告，而且会彼此。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说，有时候你们有这样的软弱，这是人的本性当中难免碰到的。但是你们要靠主、靠神的恩典来改变，不是靠自己用谎言来控告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子啦，一年复一年，年年这样子过，改变不了。其实，我们说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伫咧人甲人中间，迄个生活的模式拢改变足大。伫咱各行各业的竞争嘛非常的强，甚至明仔载我是不是有头路嘛，无一定会当保证呢。你无有啥物款的武器通我家己有了。从去年到现在，因为 AI 的大发展全世界很多重大的那个科技公司裁员很多那些最顶尖、最优秀的人变成被裁员的最新的对象。你能够预判说我的能力很强，我就不会被裁员吗？不一定。所以也引起我们21世纪，我们常有人说21世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人的心有忧郁的倾向越来越多，因为那一个无法去掌握未来的事情越来越多，新的事物变化得那么快，我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操作？我怎么样去安稳在我当中？所以常常有人会我们所说的自我控告，说我就是能力不行了，我就是差那运气不好嘛。
啊，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上司有好的沟通才会被裁员嘛。很多在我们的自我的压力当中一直在控告自己。保罗说：“你们不要彼此欺骗，不要活在控告当中，因为当自我控告、自我来定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事情就不敢再踏出新的一步。这个是我们在新年当中觉得要提醒的部分。”保罗说：“生命有更新的样式，什么更新呢？不是靠自己什么好的改变或是好的自己的规划，而是说我们要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有2个重点，一个是创造的上帝有这个能力通改变；第二，按怎改变呢？改变做什么模式呢？照上帝的形象。照上帝的形象来改变，而且是不断不是讲改变了就放伫遐，搁久去不断的改变，因为上帝是一个更新的上帝，是一个改变，互咱全然换新的主。伊讲安尼咱才会当完全来认捌伊啦。留伫旧的我，留伫旧的罪中间，留伫迄个自我控告的人。因无法当认捌主的疼，无法当认捌主的恩典，也无法当认捌主是一个享受新的快乐的上帝。所以我想，伫这个新年的时阵，得甲咱提醒上帝，互咱这个更新的生命。所以，真期待伫新的一年，咱迎接新春的时阵，上帝更新生命的能力，赐予咱一个喜乐健康的心灵我以早捌伫讲道中间用这个主题捌甲咱分享过，今日我要用无同款的角度甲咱三甲想。箴言18章14節，一句經文講：求生的意志使人忍受病痛，意志消沉，希望也跟着喪失。人的心會當忍受病痛，心靈破碎，無人忍受會掉。意思是講，我身體欠安。倒位无好势，我感冒我倒一个器官有毛病，我就去找医生。咱台湾的健保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就会堪要忍受痛痛，因为我希望会好。但是常常真侪人无去注意到心灵破病的问题，心灵有病那更严重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人在提起说这个人形容孤考。这个人行尸走肉，怎么办呢？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健康所以影响了你的身体，跟你的生活所以我们这3个主题要再重复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学习。第一个就是将我们的过去，无论是软弱、失败、跌倒，或是病痛，交托给上主。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要靠主来行新事。我们要有更新的生命，得着喜乐健康的心。咱讲将过去交托给上主，因为咱一直受到过去的经验甲生活所影响。你绑伫内面，你无愿意将家己的旧的我交给主，讲主愿你来改变我。因为你若一直绑伫遐，你就无法当经历上帝的更新。意思是讲。你一直接受你家己旧的，你无愿意开放，互上帝甲你改变。咱拢知影，要改变是艰苦的，无逐项拢足快乐啦。改变就是甲你旧的挂去呢。迄个手机若迄个高达，你就爱甲抄起来呢。抄起来就一种的痛痛嘛，一种的损失嘛。咱顶礼拜我们跟那个剑山教会，我们这算是我们。常关心的教会在南部中会，就是在老龙佫入去一间原住民南部中会他们那天开了好几辆车来载我们的回收品，我们的二手货。没想到说今年多到他们的车载不完了，载不完所以拜托临时拜托咱的信从长老讲恁兜迄只大卡车赶紧开来，好佳在迄只咱阁拜托咱会友尽量那个二手货的品用
箱子装，因为箱子装才能叠嘛，叠高嘛，哇，还载了一卡车，能载过去。我的讲这个意思是讲，我们每一年会有所停出来遐旧的米遐尼济建山教会的车载不完，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断舍离，这是流行的话语，对不对？但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断舍离。很多事情我们一直执守过去的习惯、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模式，然后你不愿意改变，所以我们可能知道，但是做不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跟神说：是了，主啊，我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要将这样的旧的我交托在主面前，因为上帝是每天行新事的上帝。就是在以赛亚书43章，刚刚我们读的18到19节，也像保罗所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自保。咱个复习这段以赛亚书43章，讲上帝讲，唔通只有会记你过去的事，唔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你敢唔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当你相信上帝是一个换做新事、换新的上帝，你就知影你要用什么办法来改变，不是用家己的办法，是倚靠上帝，是甲主相同行，是用主的形象来改变。所以咱要安尼做，就是爱常常自我省察甲反省啦。基督徒上大一个特质，就是讲伫主的面前省察家己。省察家己，毋是讲算一直算遐无好、歹的、毋好、毋对的、失败的，安尼就先咧自我控告嘛。你算这个歹、这个毋好、这个无需要的，应该改变的是爱倚靠这位大能的上帝改变你，做新事的上帝改变你，开道路、开江河的主改变你。所以，上帝赐予咱人类有一种自我省察的能力，意思讲，我有自我省察的能力啦，常常我们基督徒一直在讲悔改，其实我们一直把悔改有点污名化，以为说悔改就是我一无是处。他说，所以呢，犯了罪才要悔改。其实悔改的另外一种比较正面的说法是，这个错了，我要改变。就像实验室的科学家，这一次做了不对，那不代表你是永远不对的，是因为你从当中吸取了经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所以咱知影讲，遐科学家今日会遐尼进步，是因为因一遍一遍甲失败的经验，伫遐换做新的财物、新的这个看见嘛。所以咱遐尼即位伫上帝面前，咱唔通惊讲我省察，我悔改，好亲像把你的面子、把你的那个自信心都打坏了，不是啦，是因为我要改变，是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更像神、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咱常常爱去反省咱家己，就是讲不节制跟骄傲、顽固跟悖逆，或是缺乏自我省察造成的心理疾病。所以我们要时时检视自己的心呐，检视自己不是无代志找代志安尼无闲搁找代志要做，不是，是因为你省察自己，才能够有复活的生命。就像保罗对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咱若读哥罗西书3章1节到开始读保罗一直在提醒他们，不要活在过去罪恶的当中，不要活在异邦异族所带来那些坏习惯当中，因为信了耶稣，我们就要有复活的新生命。咱个复习一遍，现在台语的哥罗西书3章9节到10节，说唔通互相欺骗，因为你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是因为咱受洗归入了主耶稣，你就是象征你这个被改变了。那你穿上新的人，请新的落去。这个新的人不是随便穿的是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咧甲伊更新，咱才会当甲主
较诚、较活上帝，亲像咱所行所做，行做一个基督徒的款式，行做一个行主的脚步的款式。兄弟姊妹，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台湾的社会一般的习俗啦好像都是我要得到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外在物质的东西。所以咱看去台湾社会，哇，伫过正的时阵，大家爱赶紧去庙呢，安尼领迄什么迄个什么发财金啊无去庙里拜，拢是要求福、求济什么抢头香、点光明灯。我想迄个心意要追求，咱袂使讲伊人的本性是安尼嘛。但重点是在于什么呢？人常常不想改变自己，只想要外加的，不想着内在的更新。内在的舍去，新的才会进入到你里面。基督徒，所以跟一般的社会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不只要求神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到说，我能够领受到新的赐福是恩典，是真正能够让我拥有的，而不是人讲过路去，就无去啊。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除去心中的伤痕、懊悔跟罪恶感，然后让新的盼望、梦想跟期待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一年当中把我们自己旧的不穿的衣服没有用到的用品，把它收集起来，我们拿到教会来送给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可能需要。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用悔改来清扫我们的内心呐。恁兜的内底礼拜过正清理足清气，哇，有的清理的一尘不染，感到非常清新但那个清新可能过几天就没有感觉了嘞。但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有没有被清扫？有没有被大扫除？我们常说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啦每一次我们的垃圾车来，咱教会头前都要有一站嘛。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哇！一旦听到那个当当当当的声的时候哇！一大堆人从各地从楼上楼下都跑下来集中在那边，就急着要把那一堆垃圾丢到那个垃圾车，感觉这样哇，心情轻松好多如果来不及丢，会觉得就感觉就不习惯，讲这边搁坑几日，有的是要2天觉得很不习惯这样子。但是人有这样的感觉是正当的没错，但常常我们心中有很多垃圾我们不习惯清它。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说人常常把垃圾扫进屋里面，把脏东西都扫到屋子里面。为什么？就是我们常把心灵的垃圾留在里面，留在你的心内留愈多所以你的扣分你的嫉妒你的怨叹你的唔愿你的控告你的气嫌反正袂当袂使安尼就对啦咱所以看见有迄个吴念真伊拍一个影片咧讲一个妇女伊咧讲一个妇女人咧问讲恁先生伫倒呀？伊讲先生就伫咧树仔骹咧搅政府啦伫遐咧念这念迄都怨叹这个社会啦家己伫遐咧啉酒开讲拢无要想讲我都爱怨叹我家己，因为我家己现在无要改变。其实我们不是说在讲别人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性。那些不干净的，那些会影响你身心灵的，常常我们就把它扫到我们的家里面，而且那些垃圾藏在里面永远不丢，就好像一个囤积癖一样，一塞一多，越塞越多。我们请帮忙下一页。所以当咱新的一年看出这个脚步的时阵咱要学习一项事啦，除去心中的怨愤，去饶恕别人，这是咱心中上大的更新。咱若要靠主来更新换新，要
诚做上帝下伫上帝形象，咱来学习安怎除去心中的怨恨，饶赦别人。最后一项就是讲对未来，咱爱保持着异象甲梦想吼。下面一章，上帝伫圣经内底有甲咱应允讲，伫末后圣心要灌压伫有血气的。啊，这段经文咱常常爱读啦吼。约珥书2章28节讲，以后我要将我的神拼落去，互所有的人，恁的囝、查某囝会讲预言，恁的老人会做梦，少年人会看见异象。当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话，当然有无同款的解释啦。不过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说，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表示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意向，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蓝图，我们心中如果没有改变的心智，那我们就是像一个死的人一样。所以神给这样的意向给我们，而且他还说，创造的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地给咱更新的阵，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咱来清除咱心灵中遐的粪扫。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一直习惯把它扫进去屋里面，屋里的角落。咱台湾人佫新加佫一个礼俗呢，一个习俗啦，讲过家前爱甲粪扫变变，过家吼的时阵唔通变粪扫，爱甲粪扫扫入去内底，哇！因为即马也无咧，迄个粪扫车都无咧倒，爱到吹三过才有咧倒，差不多啦，爱捡起来无唔对。但是我们心灵垃圾不要一直存在你心中，但是你要清除，不是靠人为的办法，是要靠神。我们看下一页说，拥有意向跟梦想的人，就是对未来充满着盼望，心灵就这样的健康。弟兄姐妹，你有把你的意向、你的未来、你的盼望，只是你心中一种起心动念而已呢？或是不好意思，只跟你最好的朋友或是另外一半讲一讲，讲完了，过春节过了也就过了，就回归原位呢？还是你觉得这个意向跟盼望是神给我的？因为神应许说要做异梦、见异象。那这个异象如果是你的，你有没有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这个异象让我有能力去实现它？所以基督徒过春节跟一般人好像大家欢欢喜喜吃年夜饭，去外地旅游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过春节有新的改变，是因为你愿意清扫这些心灵的垃圾，那些污秽，然后靠着主，照着他的形象创造，得到一个新的改变。最后一页，我们说新的一年，我们迎接上帝的大能，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不断的来更新，因为我们需要靠主来行新事，然后靠主，记得是靠主行新事。所以我们常常在咱的教会常常鼓励兄弟姊妹吼，比如讲读圣经，比如讲灵修、祈祷、参加祈祷会、参加主日礼拜，这不是一个外在形式，讲我有教，好像你签到安尼，一年拢无缺席啦。那个外在的形式是要塑造你成为一个时时跟主同行的一个生命，是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你要靠主才能改变，靠圣灵才能改变，要按照主的形象才能改变，而且这样才能更认识主。认识主的意思是说，后来因为你较捌上帝吼，你做的代志吼，迄无路用的就免做啊。我要做上帝爱我做的做，有价值的事，有对别人有帮助的事，听人的事，会当兴起上帝国的事。所以还有一点吼，愿咱拢会当拥有这个意向甲梦想，对未来充满着愿望。因为当咱有这款的信心的时阵，不是一个安尼春节对迄个习俗许个愿，那就过了。是因为你已经跟神的恩典、神的应许连结了。我要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基督徒。你这样就能认识神，你更清楚认识上帝。兄弟姊妹，期待咱新的一年咱台湾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国家有一个新的开始。虽然咱大家人对台湾这个社会
充满着期待，啊嘛充满着担忧啦。但是咱为着咱的国家祈祷，因为咱求上帝，伊做新事的上帝，开道路、开江河的上帝，是真正改变咱台湾人的心，毋是干那即个政治上的外在壳啊那听。咱看见新年的咱台湾百姓会做迄个行为甲做法啦吼，也是咱看到台湾的选举的种种的做法，咱拢心内有一寡毋甘甲看入，就是人只敢若追求目前的事，无要看见一个远景，一个价值，一个咱人活伫社会，活伫即个世间，活伫台湾，咱应该有迄个本性甲水，所以咱爱继续求上帝。赏赐咱即款对天顶来的能力，愿主将伊开道路、开江河的开力，愿主将伊照伊的形象的改变的开力，赏赐伫咱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即时咱要来吟首诗歌，来做伙为着这事来祈祷。这首诗歌是伊原是新年的诗啦，吼，434首，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带阮平安过一年，当阮感谢用诚心求主上帝听阮吟，咱唱首诗歌来孝念上帝听。